歡迎繼續收睇新界西選舉論壇。我哋繼續政策答問嘅環節。喺呢一度呢，我哋開一個新嘅問題啦，想問一問大家贊唔贊成取消原居民嘅丁權呢？3號。我哋民主黨婦女委員會咧曾經2次去聯合國就呢個問題咧係表示意見。聯合國咧都認為呢一個係一個性別歧視嘅政策，需要咧係即係去檢討。所以我哋認為咧政府必須要深入檢討呢一個嘅政策，達至長遠取消丁屋政策嘅目標嘅。9號丁屋呢個嘅議題咧，我個人覺得就現在咧最緊要嘅就諗香港咧係一個地少人多嘅一個咁嘅環境，咁所以呢個政策咧係應該再要去檢討嘅。另一方面，我亦都覺得人人咧應該平等嘅。10號，其實咧香港嘅地係有限，但丁權係無限，根本呢個政策冇可能持續落去，一定要即刻檢討，要取消呢個丁屋政策，因為對城市人咧或者其他非原居民係非常之唔公平嘅。7號，其實呢個丁屋政策咧就係導致3輸嘅局面嘅，因為你睇到咧，政府係預留好多地俾呢啲丁屋，成日都唔用，申請丁權嗰啲人咧就等好耐。但係香港人咧成日都話唔夠地，所以絕對應該係檢討做一個3贏嘅方案，釋放呢啲土地出嚟，同有丁權嘅人去商討。但係我想問翻何君堯啊，因為頭先佢就話呢個係基本法40條嘅保障啊，但係冇保障非法僭建丁屋喎。林鄭月娥講過，土地有限，丁權係無限嘅。所以要立即要檢討，同埋咧你要諗嘅方式係一個節農嘅時間，同埋坦白講，梁志祥講話有住屋需要，好多丁權都拎出去買賣賺錢，點樣要歧視市區嘅人呢？11號，丁屋嘅問題係個歷史嘅問題啦。雖然我哋要尊重佢哋嘅權利，咁但係香港的確係地少人多，的確係需要咧係盡快檢討有關嘅政策嘅。1號。頭先大家都提到話丁權受到基本法保障，大家贊唔贊成係2047年嘅時候去檢討嘅？8號。丁權係基本法賦予原居民嘅一個憲制上嘅權益。我覺得現時呢，喺呢個頭50年呢，我哋係好難去檢討呢樣嘢。但係我係同意啊，將來呢，我哋一定要廣泛深入去同各個持份者去解決呢件事，提出一個可持續性嘅方案。